洪雷教练罗志贤涉嫌吸收现有抑个退役的军事官兵，替中国打探情报。顶个月被起诉了后，今头一届开庭，伊全部认罪，而且也甲共犯拢交出来，符合减刑要件。希望这法院就要改判较轻的。不过检方认定讲，伊伫咧台北树林有租一间厝，伫咧台湾发展基地。不过罗志贤说讲，这间厝和国家安全无关系，敢若讨论出国和租借伫咧使用。 洪雷教练罗志贤涉嫌为钱做中共间谍，起诉蓝县一家退役的军事官兵，替中共来学军情，大赚570万。顶个月被起诉了后，24头一摆开庭。行路警备车继续在阿姨即摆就提出庭。伫法庭顶面是全部认罪，更加直接甲提供资料的军人的公判拢会加出来，争取法院的减刑。另外也问伊讲，对方接头的人是啥物人？伊讲每一摆拢无同，是采用即个单线联络的方式。 因若被控伫台北市树林租一间厝来正做发展的基地，伊是讲这间安全厝甲国安无关系，单纯只是用来讨论出国，也阁有租借的所在。卷入这个共谍案，不知道说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小心。为什么你会提供自己的账户给鲁继贤使用？密伫的律师后壁，这4站的女子正做共案被告。 检方认定又甲户头借予罗志贤收取中资的汇款，因过伊讲无清楚资金的来源，看到男朋友冇借这户头互人，也无问题，才得咧提供，坚持讲伊无挑工来帮助。即摆传唤到庭的要一个海巡的4帮下属，也是被告之一，成立无翕会议的记录交予罗志贤，前后摕到超过30万块。怎么会涉及国安法？ 整个案件，检方依照国安法来起诉涉案的10个人，包含4站的女子、伊男朋友、隔壁亭这人，拢是线内审理的对象。那真正甲个人的利益放伫国安之上，嘛爱为储备国家来负起应该有的惩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